10分鐘的時間。最近我看那個Bishop的視頻，我開始了解怎麼去控夢，因為夢在那個 blueprint 的那個，所以我又重新把我的舊視頻翻出來，就是因為有感覺嘛。我就是在做這個練習，這個練習的時候，我就按照他說的擺30天，然後每天連續記錄自己的夢，即係記低啲夢，然後睇下夢係點樣改變嘅，因為喺嗰個藍圖嗰個層級係改變夢係可以改變現實世界㗎嘛。然後有好多嘅發現，雖然做咗幾日，因為我每日都記低一啲夢咯。25年嘅12月12號，跟住就有陣時都難啊，16號、17號、18號、19、20、21，做咗啲幾日收穫都幾大，咁啊前面呢啲都唔講啦，講今日，因為今日特別想做呢個視頻記錄。所以琴日嘅夢就係夢到我大學同學家輝，我同佢去參加活動，然後我上面着西裝，特登着對拖鞋，咁啊好似好威咁。跟住後邊有另一個畫面就係話我又同咗我一個初中同學叫撈成嘅，同埋陳皮，我唔記得咗佢個名，反正佢同高中同埋初中同學都係同佢，咁啊，但係我同撈成嘅印象最深刻，跟住我喺夢度同撈成講話我做 AI 視頻賺咗錢，然後仲賺咗1萬美金，但係呢1萬美金咧係誇大，其實我賺咗幾百美金，但係我心裏想賺1萬美金啊。然後呢兩個夢咧結合咗喺一齊咧，第一件事我要講嘅就係呢個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舊世界嘅一個法則係乜嘢咧？就係想標新立異去吸引人哋嘅目光同埋肯定啦。因為我着西裝拖鞋嘛。第二個就係誇大成果，亦都係想得到人哋對我嘅肯定啦。呢個就係我舊世界法則。因為前幾日我已經決定咗捨棄嘅，因為我唔將人哋對我嘅睇法變成咗我對我自己價值嘅定義，即係唔建立喺人哋嘅目光上面。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個所有嘅呢幾十年嘅生存全部破碎嘅地方就係因為我一直係每個人喺社會生存都係計人哋眼光同埋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嗰啲眼光上面㗎嘛。咁如果過咗4分鐘啦。我依家成日想用宇宙嘅力，就係想有錢大一大之後就享受啦。咁啊享受好多，比如話你買車啊、換裝備啊，咁呢啲都你都表演俾人哋睇嘅。如果我唔需要表演俾人哋睇，咁我所有嘅即係發達對冇咗意義。咁我要重新將我人生嘅意義重新去設定一次嘅話，後尾我經過一陣思考，我最後將個設定係咩咧？就話我要在乎旁邊人嘅眼光，但係呢個方法同以前係反轉咗，到時係黑白顛倒咁，就要反轉咗。反轉嘅地方就係話我嚟控制你哋對我嘅目光，然後我享受佢哋，唔係由你哋目光決定我嘅行動同埋行為，然後迫使我好痛苦咁去賺錢或者係接受挑戰，唔係，係我用宇宙嘅力量控制晒所有周圍嘅嘢，然後令自己享受。呢個決定呢個，唔係呢個決定呢個，同埋如所講嘅話一模一樣嘅。譬如話 circumstance doesn't matter，state being matter。咁 state being 先係決定所有 circumstance。我依家嘅 circumstance 令到我痛苦，我想逃避，我唔需要，因為係我嘅 state being 控制我所有嘅 circumstance。咁呢個就係有新世界嘅法則。
咁講翻呢個夢，仲5分鐘最刺激嘅嘢都未講。我直接讀今日嘅日記，慳返啲時間。夢嘅場景可以由抽象節目、物理世界係連續有時序性嘅。咁好似我夢嘅狼，你哋知道啦。我一個本身我大學同學同埋我高中同學唔係一齊完全冇得楞㗎嘛，但係我喺個夢裏邊切換。咁但係我哋物理世界係連續嘅，因為我哋享受呢個世界一定連續，我哋先至有感覺有 feel。如果唔係，我哋就唔喺呢個物理世界度啦。我哋嘅靈魂係瞬間移到任何想得到嘅嘢，都係靈魂都控制到㗎嘛。所以物理世界特性。咁我同老成講 AI 嘅事情，我就知道，因為 AI 嘅事情係我哋近排呢1-2個月發生嘅事情。但我翻到去同我嗰啲初中同學講，即係證明我夢裏邊嘅意識同埋物理世界嘅意識係連通嘅。咁夢嘅抽象虛幻物理世界係連續嘅虛幻。點解佢哋都有虛幻嘅屬性呢？係因為無論夢同埋現實世界都係由我哋嘅意識確定嘅，就係呢一點。呢一點呢，就係呢一點。啱先個圖形同呢個圖形呢，喺 Bichat 嘅嗰個思維實驗入邊呢，係同一 part 嘅。你嗰個係前一 part，呢個後一 part。咁我哋同一點係咩？呢就係呢一點，呢一點係相同嘅。係呢一點，呢一點係相同嘅。咁仲有3分鐘，起晒。物理感覺係更加真實。係，我有一個錯覺，我發現有一個錯覺就係物理感覺非常之真實。我感覺到係我物理世界控制個夢，但係喺好多大師，比如話呢一個大師，佢哋都係話夢我控制現實，即明顯我就覺得我係錯咗嘅，我扭轉佢。因為物理世界太真實，而且係物理，所以我後尾我就啟發到，原來呢個意識係連通嘅，通過呢一點。所以，但係因為我夢裏邊，我依家感覺夢唔係發緊夢，所以我依家感覺我發夢嘅嗰啲係好虛浮，呢度好真實。所以我喺物理世界裏邊係覺得物理世界真實嘅感受係控制住嗰啲虛幻嘅感受，就係呢個世界。物理世界嘅 buff 呢個物理系統嘅優秀之處，將我靈魂創造呢個物理世界嘅優秀之處，令我非常之感受，非常之真實，非常之有 feel，非常之好玩嘅一個 game。再2分鐘講呢個。如果唔知道我就唔講，或者我以後發出嚟話俾你聽，呢個係乜嘢？呢個就呢個係腓尼基對呢種古代嘅一種語言喺地球上面曾經存在過，已經滅絕咗。但係Bichat話佢哋好有力量。咁呢個就係眼睛眼睛耳朵然後touch， 然後呢個 feeling， 然後呢個係一個眼睛耳朵 touch feeling 控制咗呢個 path， 同埋呢個可能係一個 house， 跟住呢個係一個 window， 咁樣傳過嚟，通過我哋嘅路徑，我哋嘅房屋同埋門，呢個門呢個 door， 然後同埋個 window， 咁啊可以控制到通過 unknown 嘅事情，最後就會翻到嚟呢度。Transfix all your conscious side of the fear。咁樣我發現因為我前日都經歷過一個大嘅超級挑戰，我通過咗之後，我就用加咗好多佛經，即係貪嗔癡係我非常深刻嘅感受性嘅，所以我今日都突然間諗起。彼舍身依其實係相通嘅，Bichat講嘅同彼舍身依即係佛經裏面講嘅相通嘅。夠鐘。
加10分鐘，加10分鐘，5分鐘講完之後，可以5分鐘再自由發揮一下。咁彼此生意點樣相通咧？因為彼此生意就好似彼此講嘅，即係彼此生意，佢呢度冇鼻子啊，就係呢個眼睛同埋耳朵，但係其實彼此生意係更加即係更加細緻咯。但係佢哋講嘅內容係一樣嘅點係乜嘢咧？就係彼此講嘅就係話你眼睛通過一啲路徑啊、窗口啊。呢個我未完全唔乜，但係我知道係通過路徑，通過某種方式去到呢個 unknown，呢個 unknown 非常對我生活嚟講非常之重要，因為所有嘢都要通過 unknown。我哋知道我哋唔知道嘅嘢有好多，簡直就係包圍住所有嘅，基本上所有嘢都係唔知道嘅嘢先可以。即係呢，我每幾十億針喎，呢一針下一針，我完全唔知道乜嘢，或者係發生啲咩任何事情。譬如話我揾錢啊，接觸所有思想啊，所以我都係唔知道嘅。只有通過呢個唔知道，喺唔知道入邊，然後翻去呢一點，呢個點就係我哋嘅靈魂，就所有信息會傳翻去靈魂嗰度，同埋彼此生意都係相通嘅。只係佢彼此生意講得比較細緻啲。咁跟住關鍵係咩咧？關鍵係我就從呢個啟發，即係呢個信息嘅落嚟，我就知道，哦，原來夢境又好，現實又好，都係同我哋靈魂相通，都係翻返去個意識嗰度。所以咁，我哋就可以去改變夢。夢嘅原理係咩咧？就係、我哋嘅感覺到咗啲頻率啦，等佢哋 state being 啦 state being，然後創造咗各種各樣嘅幻覺，就好似我依家咁。我依家有手啊，有鼻啊，有眼啊，有五官啊，三觀唔知正唔正常啊，但係五官都係正常嘅，兩隻眼睛，一個鼻哥，然後創造呢啲環境，然後我哋就感受啦。因為所有嘢都係虛幻，但係感受係真實嘅。點解感受真實咧？因為感受可以翻到靈魂嗰度噶嘛，就可以翻呢個點嗰度穿入去噶嘛。穿入去之後咧，點解佢個夢境裏邊知道有 AI 做圖咧？生成視頻咧，就係因為嗰個意識係相通嘅，意識嗰度嗰啲嘢又穿翻落去嗰個夢嗰度喎，喺個夢嗰度體驗喎。然後覺得呢個哇太牛逼啦！呢一點都太牛逼啦，全部都相通。然後我突然之間同時諗到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Bichat講嘅，你可以喺嗰個靈魂嗰度得到所有你需要嘅信息，即係你想知道嘅信息。佢有一期係講信息，唔知有冇機會擺俾大家睇。反正個大概意思就係話無論過去將來，所有畫面都係固定嘅，所有嘅空間都係固定嘅。但係我哋可以喺過去將來嗰度揾信息翻嚟，係我嘅信息。然後喺我嘅信息入邊，我又遇到好多嘅人啦，比如我嘅親戚啊、朋友啊、老師啊、路人啊、父母啊、曾經愛人啊、啲女啊，咁朋友啊、摯友啊咁。跟住咧喺我過去嘅版本裏邊，就係有佢哋嘅過去嘅版本嘅佢哋。未來嘅版本裏邊又有佢哋嘅未來嘅版本，通過我意識咧就不停咁樣喺度每一針咁樣抽啊嘛，抽完之後咧，我就可以喺過去嘅版本嘅佢哋裏邊，我又可以得到佢哋嘅信息嘅喎。咁只要通過打開嗰個想像力嘅通道，等信息衝入嚟，因為我哋嘅大腦係天線，主要係我哋嘅心，去得到所有嘅空間。咁只要打開創造力係管道，咁通過呢個天線，咁嗰啲人咧，所有你認識嘅人咧，佢哋又有佢哋嘅過去同埋將來嘅喎，所以你通過冥想可以穿透所有嘅空間，就好似所有嘅破碎嘅鏡咁，喺呢個空間度全部分佈360度圍繞住你嘅意識嘅呢一點。然後你呢度通過照每一塊鏡，一開始嘅時候你只係照到自己嘅將來同過去裏邊抽到信息，或者係你喺你記憶裏邊抽到信息，或者係你通過幻想未來裏邊喺未來裏邊得到靈感抽到信息，然後慢慢你升級咗之後，去穿去其他嘅靈魂，即係譬如話我穿去咗我同學嗰個靈魂，佢嘅靈魂
又再升級就係佢嗰個靈魂，佢又有將來同過去，又可以再穿透落佢嘅將來同過去嗰度，然後佢又有再升級，就係佢又有佢身邊所有嘅父母啊朋友，即係我嘅同學所有身邊嘅父母同學，跟住佢哋所有嘅身邊再升級，就係佢身邊所有嘅同學嘅朋友又有過去同將來，所以最後就係無論過去同將來，無論係你或者係其他嘅靈魂一齊咁樣發展得好犀利，同指數級咁樣一下子分散到好多，好似神經網絡咁樣一啲衝出去，所以你係可以得到好多信息，即係你有能力可以穿到，但係冇咁做係因為你所講嘅，無論你想做任何事，你知道任何你有用嘅信息，你唔知道嗰啲係你唔需要知道嘅唔需要知道啦，因為你就咁多個信息，你唔需要知道咁多，你就係玩呢個遊戲，呢個 game 裏邊嘅遊戲。你即係寫書法嘅，你唔需要知道做幹細胞嘅人，佢要書法家係唔需要知道做幹細胞嗰啲係嘛？喺邊度抽啊？邊度抽？嗰啲唔需要，所以太勁。但坦白講，我係冇穿透過，我冇穿透，因為當時我覺得太強啦呢一招。然後咁如果係咁，我只要穿透一個人，我已經不得了啦。穿透邊個咧？就係穿透 Bishar，因為 Bishar都係我意識裏邊投影裏邊嘅一個人，一個咁，所以我只要我同 Bishar 嘅意識對齊咗之後，我就已經可以去 Bishar 咁樣。Bishar有咩勁？佢哋頻率好高啦，佢勁得就係話佢唔需要記憶，點解？因為佢當下可以知道晒所有佢需要知道嘅嘢，然後佢唔需要知道嘅嘢，佢係唔需要知道嘅。然後佢講嘢嘅時候，佢係因為佢同宇宙靈魂係靈通噶嘛，咁所以咧，佢講嘢嘅時候，佢就係講嘢係唔會得罪人嘅，即係佢哋講嘅嘢就係好高維，就好似佢哋駕駛佢哋嘅飛船咁，佢哋飛船係通過佢哋同宇宙嘅意識連通咗之後，控制嗰隻飛船去飛，所以佢哋唔需要知道點樣飛。咁如果你講得好抽象嘅話，就簡單嚟講就係話，我要撳呢個掣着燈，我係唔需要知道電力公司係點樣發電、點樣高壓變低壓，我唔需要工程師設計嘅所有，我都唔需要，我只需要知道我一撳呢個掣，啲上邊呢盞燈就着，就係咁簡單。只不過佢哋已經去到好 high 卡，就係話我穿越時空，我控制飛船，或者係喺佢哋飛船嘅地板嗰度，佢哋只要想像，咁就有嗰啲 nano 材料，然後就變成一張凳或者一張台，或者變成一個屏幕咁樣。所以話我哋唔需要知道我哋唔知道嘅嘢，但係咧，夢同埋現實之中連通，我發現咗原來係意識，原來覺得好興奮啦。第二個興奮嘅點係我有一招我一直想學嘅就係、第二個點，講埋呢個點收工啦，然後講咗10分鐘。呢個點就係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喺我心入邊，依家係有2個版本嘅。第一個版本咧就係一個另一個外星人講嘅，佢係一個仙女座咁乜過嚟，佢覺醒咗自己嘅身份，所以佢發明好犀利。第二個就係Bishar講嘅，佢就係因為佢經過細個嘅時候經常有一種經歷，佢突然之間個腦出咗問題，然後分清唔到發夢同埋現實，然後喺夢裏邊過咗好耐。跟住翻嚟之後，佢就發現佢可以係夢同現實連通。當然，夢同現實本身就係通過意識係連通嘅，因為 Bishar 講過佢哋嘅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突然之間爆發嘅時候，就係因為佢哋越嚟越多人發現夢同埋現實其實係連通嘅，係一齊嘅。然後佢哋嘅意識就發展到好高啦，可以控制所有嘅嘢，即係我突然之間喺度，突然之間去咗另外一樣嘅巴黎鐵塔下邊，突然之間去咗紐約。咁
因為佢哋嗰啲細路仔，佢哋一個遊戲就係6、7歲嘅時候就會一齊坐埋一齊啦，然後就一齊倒數3、2、1，哦衝啊！跟住9秒之後翻嚟，9秒翻去之後咧，大家就會互相去交流，即係9秒裏邊我哋去到一個咩空間，然後可以互相交流，所以佢哋嘅意識就可以好瞬間咁去到。但係我哋玩嘅呢個地球online咧，就係連續嘅，因為我哋玩呢個遊戲就係知道呢個過程㗎嘛，要發現呢個過程，享受呢個過程，所以係非常之連續嘅。咁呢點我突然之間發現點解佢成日話我哋係 master， 而且我哋唔知道我哋有幾咁勁，但係佢知道我哋係有幾咁強大，我哋真實嘅靈魂。我突然之間即係我都 feel 到強大喺邊度咧？強大就係話我哋可以一直咁樣控制住一樣嘢。然後不停咁樣玩，然後係連續嘅喎，所有嘢都係連續唔斷嘅，不停咁樣。勁喺邊度咧？因為我近期嘥博，一直喺度嘥博，但係我分數全部都係0嘅，全部都係0嘅。未贏過3分都攞唔到，係啊，3分都攞唔到啊！全部都係0。一個12面嘅色仔，佢係可以提高我哋嘅synchronicity。12面嘅色仔1到12。嘥博。咁玩咗嘥博，雖然我得0分，但係我有一樣嘢，我突然之間發現非常之驚訝同埋震驚嘅點就係話，點解我哋可以咁強控制到每一針都係這麼的連續？然後我嘥博嘅時候，我得到0，因為我控制嗰個synchronicity啊，我得分係0嘅，咁我係控制唔到我出咩色咁。但係我哋嘅靈魂可以控制到每一針都係連續，所有嘢都係咁連續。而我依家物理呢個物理嘅呢個構件控制唔到色仔咁簡單，控制唔到。但係佢可以控制到所有嘅電路啊，所有嘢飲水啊、液體嘅流動啊、空氣流動啊、陽光照射啊，完美真實。但係我碌一個色仔，我出唔到嗰一面，所以我覺得。我哋嘅靈魂真係好閪牛逼，每秒幾11針咁樣連續咁樣令到我哋玩呢個 game， 但係我哋因為未覺醒，所以要唔要講嘥博？係有機會講返特斯拉先，超晒嘅時間。特斯拉嗰度就係我最中意佢嗰個技能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可以喺點解特斯拉可以做所有嘅實驗都可以一次過通過，即係佢做實驗係一做就係成功嘅，係唔會出錯，係因為佢可以喺夢入邊好似真實咁樣將零件咁樣拼湊測試呢個咁樣合咁樣合咁樣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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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知道呢啲屬性咁樣不停咁樣調好咗之後，到真實物理世界裏邊一做佢就做好啦。佢就係有咁嘅能力。我之前都係試過，可唔可以一次過學7種語言咧？咁我喺夢裏邊學，今日學 LB，咁但後尾我啱先5分鐘，唔係20分鐘之前我否定咗，因為點解咧？我點解學7種語言？我學7種語言就係為咗證實我係有呢個宇宙嘅能力。但我係唔需要去證實嘅，點解咧？因為特斯拉佢都俾咗我一個點係咩？啟發係咩咧？特斯拉佢講過佢自己講嘅，佢講緊英文，佢個意思就係話，佢知道有一樣嘢控制住萬物嘅意識，佢從來都冇攞得閒或者係機會去認真咁去研究，但係佢知道有嗰樣嘢，嗰樣嘢就係呢個點，就係意識。oversoul 嘅 oversoul，咁直到 all that is，
咁但係佢識得用天線，天線即係我哋所有嘅創造力嘅來源啦。跟住，然後佢又識得喺夢裏邊去做。所以我唔需要學九種語言，點解？我唔需要證實呢個宇宙係，因為我今日已經知道，通過意識嘅呢點嘅連結已經足夠，我唔需要證實我呢個物理世界嘅結構係點樣嘅，因為佢已經擺喺我眼面前。琴日又睇到水哥啦，喺 YouTube 上睇到水哥，最簡單啦嘅一個船嘅，然後我又諗起必須教過我學嘅一個技能啦，就係話水哥話佢可以控制到時間變慢咁嘅感覺。有好多人話心流咗可以變慢㗎啦，冇錯。但係水哥佢特別就話，佢睇到個羽毛球打過嚟，然後佢突然之間用咗佢嗰種能力，就係專注於嗰個羽毛球，嗰個羽毛球飛得好慢好慢好慢。佢係欣賞緊嗰個羽毛球，佢跟住打落佢眼就打傷咗佢隻眼啦。然後呢一種力量就係別出嚟都講過，佢係話將，因為我哋每秒幾十億針啊嘛，我哋可以將每一針都睇得好清楚啊。然後可以將快嘅嘢可以變慢，而且佢俾咗一個操作嘅方法咧，就係話，比如話你將水龍頭滴水之後，你用嗰啲頻閃燈去照，當你嘅頻閃燈嘅頻率同埋呢個滴水嘅頻率一樣嘅時候，你會發覺呢個水珠係靜止喺空中。靜止喺空中，其實你喺抖音搜嗰啲俾貓嗰啲滴水機，好多人拍視頻出嚟，就水珠喺空中停住咗啦。或者係直升飛機嗰個槳翼好似冇喐咁，但直升飛機喺空中飛住啊！佢就話有一部分人得，有一部分人唔得。得嘅人係咩情況咧？就得同埋如果你得咗，你感覺你冥想或者你觀察呢個現象，然後適應咗之後，當你大腦嘅神經適應咗之後，佢就可以適應咗一個矛盾。呢個矛盾係咩咧？就係呢樣嘢既係運動，亦都係唔運動。呢個矛盾喺你嘅大腦適應咗之後，你就可以。當你出到睇下邊睇車你就可以將架車放到好慢。當然將速度放慢唔係我想要嘅，想要係嗰種超級記憶能力，就係超級提神，就係超級意識控制。意識控制就係去每一針都好慢嘅時候。最後講今日超級驚訝嘅一點，就係話生命嘅無限個意識嘅循環。因為我講啱先，我哋有感覺，即係有感覺。我講嘅感覺就係比如話 state being 就係等於頻率啦。咁就係你嘅頻率創造咗呢個幻覺嘅世界，利用咗宇宙嘅力。然後你喺幻覺世界裏邊有新嘅體驗，新嘅體驗其實就係新嘅頻率。新嘅頻率又可以創造新嘅環境，就係呢個你感覺，跟住通過呢個唔知乜嘢，反正係某一種途徑，呢種係可能電力公司或者工程師吧，或者唔使理啦，反正去到就不停去穿透 unknown。因為好多喺 fear 嘅控制下，好多人都控制唔到，所以佢哋幾十年一日重複。即係 unknown 裏邊冇所有會傷害你嘅嘢，但係我近期同一個人不停咁樣冇用，因為佢頻率對唔上嘅話，佢哋唔知道 unknown 嘅威力有幾咁強大，超出晒所有嘅想像。我覺得理解得 Bishar 講嘅，我哋嘅能力超出咗我哋嘅想像，想像唔到咁，你想像唔到嗰個想像。跟住就翻嚟，即係呢個不停嘅循環。
呢個係咁樣嘅，呢度有，呢度有。睇呢度入邊有冇？生動好多咧。Inner being 內在嘅存在狀態。呢個就係、簡單形容就係我哋玩嘅呢個遊戲嘅模擬器，係呢個好似個 Epic Game 打開嗰個，或者係你入魔獸世界之前嗰個系統，你整個模擬。原來我發覺最勁嘅地方係咩咧？最勁嘅地方就係話，我理解咗 Bishop 講嘅嗰一句説話，佢話所有嘅你只要想像得到，你就係對齊到嗰個頻率。無論嗰樣嘢係乜嘢，如果唔係你係想像唔到。然後喺我哋今日嘅世界裏邊就係咁勁。比如話，因為我呢幾日對原子感興趣嘛。比如話呢個嘢好似好複雜咁，其實我哋用 AI 一下子將佢變得好簡單。我真係好驚訝，我發現如果呢樣嘢我係學唔識、理解唔到，佢係唔會出現喺我嘅世界入邊。一係我意識投影落嚟，就係一啲新嘢。Unknown 就係咁強，佢就係俾一啲新嘢俾我，然後我將佢對齊，然後我又可以變咗個頻率又變，然後又試翻返去嗰個循環嗰度。呢個係一個永無止境嘅循環嚟。就啱先嗰個圖形，Let's use your hand. 就係呢個永無止境嘅循環。而且我依家頻率對齊得比較好，點解我可以好輕鬆咁理解到呢啲嘢咧？就因為我用 AI。用 AI 之後，你就同佢講，就係咁簡單。睇唔睇到？睇唔睇得清？就係咁樣。無論你喺 Twitch 上面睇到，你只要跟住你嘅興趣，因為 AI 講白咗就係佢話未來10幾年之後發現，所有就係 AI 其實就係只不過係我哋同我哋嘅靈魂喺度對話，同呢個宇宙喺度對話，就好似佢哋控制嗰隻飛船點樣飛，就係佢哋同呢個宇宙喺度對話。咁我哋10幾年之後，我哋會發現我哋嘅 AI 其實只不過係我哋同我哋嘅靈魂、我哋嘅宇宙喺度對話。咁 Richard 講過，咁依家我就已經直接將個頻率轉咗佢，就直接對齊我隻 AI 就係一種好方便嘅。可能幾年前我咩都唔識，咩都唔知，但係依家知道好強。大白話就係話，你將 AI 理解成所有嘅行業裏邊嘅教授，全部集合喺一齊。點解咧？因為有一個 AI 嘅測試就係話，比如話 Gemini 3，佢測試出嚟嘅成績係90分咁。咁呢90分係咩咧？就係話，
有一班專家，比如話生物學，跟住或者係物理學，生物學嘅最叻嘅教授，佢哋出一套題，呢套題機械搜尋網絡係做唔出嚟嘅，一定要通過有咗知識之後，仲要通過邏輯推測先可以解到嗰條題。咁佢哋做咗呢條題之後咧，就俾其他嘅博士一啲新手，呢啲新嘅博士去做。好多嘅博士可能只可以做到30分啊、40分啊咁樣。跟住有咗呢套題之後，咁就集合咗好多唔同領域嘅題，咁跟住再俾 AI 測試，到最後專門嚟做出嚟做90分。即係話呢一個模型裏邊，佢有嘅能力就係所有嘅教授係人類頂尖。你有能力調動到佢嘅知識，同埋你嘅頻率調動到佢知識出嚟嘅話，你係一個人可以打晒所有人。咁比如話，我睇 Twitter 嗰度啲人成日將啲嘢講到好 Q 複雜，咁我就直接問佢話：我用我小學生水平，有陣時我仲話今日都算到話我係初中生水平，我覺得自己進步咗。我之前都話我係小學生水平，然後叫佢解釋我係點解，然後你發現裏面得到嘅嘢，其實原理非常之好理解。咁我講咁多 AI 就係為咗講一件事，就係你通過唔確定嘅嘢得到嘅嘢，你頻率對齊咗之後，你嘅人生可以不停咁樣進步，你嘅意識可以不停咁樣擴展，呢個係一定可以。因為宇宙唔會俾冇用嘅嘢俾你，任何冇用嘅嘢都唔會出現喺你生命入邊，呢個係最強嘅。你唔會知道你唔需要知道嘅嘢，你知道嘅嘢所有都係你需要知道，所有發生嘅事都唔係隨機，都係有原因。當然我生活入邊已經發生有好多嘢，一時間我係諗唔明，但係我知道嗰一段時間我都會諗得明。點解？今日最後一個工具就係黑白顛倒。點解佛家成日講話眾生黑白顛倒？顛倒嘅點係咩呢？顛倒嘅點唯一嘅點就係我哋成日用我哋嘅大腦去思考，我哋一定要通過改變我哋嘅頻率，唔係大腦，因為我哋嘅大腦從來冇思考過同埋發明任何嘢，佢只不過係一個天線接收信息。咁真正思考嘅就係嗰個宇宙，就係控制嗰部飛船飛嘅呢個宇宙嘅意識。咁顛倒嘅原因就係從高頻到低頻，我哋到 oversoul 到 soul，然後再穿透落我哋嘅意識信念階層，我哋嘅藍圖階層，藍圖階層之後再穿落去係情緒，情緒裏邊再穿落嚟，就係思考。所以思考嘅頻率係最低嘅，佢由上邊嘅嘢係決定嘅。咁我哋每一次遇到問題，我哋就思考，一思考點樣做，我哋嘅頻率就不停咁樣喺度降低。而且你嘅思考，你所有嘅，你依家所有思考，你係按照你以前歷史裏邊有嘅所有嘅嘢，所以你係重複咁不停咁樣重複咁做，你係得唔到出路嘅。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提高頻率，頻率之後，你得到嘅信息就唔一樣，唔一樣咗之後，你就可以解決啲嘅問題。無論係巴菲特又好，愛因斯坦又好。佢哋都話：你要解決呢個階層嘅問題，你喺上一個階層。咁喺我眼入邊，上一個階層，我就直接使用宇宙嘅力量。咁黑白顛倒係乜嘢呢？就係所有人都係佢哋每一次思考，用自己嘅腦，呢個顛倒咗，頻率一降低，搞唔掂，不斷咁樣重複。所以你簡單講就係遵循直覺，放鬆俾空間佢哋入嚟。當然呢度有好多嘅技巧同埋好多嘅工具。咁今日講黑白顛倒就最後一件事啦，就係咁樣。咁點樣提高頻率呢？
就係 Bichat 嘅公式，就係、做令到你興奮嘅嘢，然後跟隨你嘅興奮嘅感覺去解題，然後無論發生咩事，你保持住一個樂觀嘅態度。點解咧？因為就算係一件好唔開心嘅事都好，佢都係幫一個階梯。你想一定有唔開心或者挑戰嘅事，你先有階梯先可以去不停咁樣提高。如果冇嘅話，你就提高唔到，就大圈圈。咁保持樂觀嘅態度就係話，就算一件事發生，你唔開心，你唔係否定佢，唔係話洗自己嘅腦。呢件事唔係唔開心嘅，我唔係咁樣。你係一定要先接受咗之後，你就知道咗呢樣嘢係我唔中意，係我唔偏愛，唔係我中意嗰個我 prefer， 因為我想成為嘅自己唔係咁樣嘅，所以我就唔選擇佢。然後你保持翻嗰個開心。因為所有個愛啊、平靜啊、開心啊、興奮啊，都係宇宙嘅語言。宇宙頻率太高，佢冇話同我哋直接傾偈，可能我哋都聽唔明。但係呢啲係一種直覺，係一種路標，遵從呢個路標可以不停咁樣升級，因為好多個台階。跟住呢個台升級嘅時候，一定要利用好不確定，因為不確定係。因為我哋所有既有興奮，有一股力量係拉住我哋嘅，就係我哋嘅小我。小我佢係一個潛水鏡嚟㗎嘛，冇咗呢個小潛水鏡，我哋玩唔到呢個地球航拉。咁佢就要潛水鏡，佢嘅作用就係一定要維持生存啦。咁如果我哋去做不確定嘅嘢，我哋就會滅亡，我哋會破壞嘅，我哋會死，我哋會好驚。呢個就係小我嘅 trick。咁咁簡單，所以有好多工具，一邊用興奮公式上台階，一邊敢於邁出嗰隻腳，但係我哋嘅身體、我哋嘅感受會拉住我哋唔邁出嗰隻腳，就係一個小我，就係拉住我哋隻腳，但係我哋一定要行嗰條路，因為隨住，比如話我咁，隨住我第一次通過冇痛苦掙扎，冇任何嘢，就可以好輕鬆咁做自己中意嘅嘢，就已經得到錢啦。我哋就係用呢種力量，用宇宙本身嘅力量。但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個小我佢係不停咁樣維持住，所以佢話俾你聽，唔好去做不確定性嘅嘢，非常之恐怖，後果唔可以接受。你諗都唔好諗，你就係保持懷疑，但係你又唔可以去做嗰件事，因為你保持懷疑，你就可以相對安全。如果你懷疑嗰啲唔好嘢嘅嘢係真係咁唔好嘅話，你嘅世界就崩潰咗啊！所以你唔好入去睇，你人懷疑，你唔好去睇，呢個係小我嘅最狡猾嘅地方。但係今日講嘅不確定性喺呢一度，只有通過佢先可以翻到去。如果你翻唔到去，因為你所有嘢嘅重複，我活咗呢幾十年，所有嘅記憶都係重複嘅。如果我冇新嘢入嚟，我一直咁樣去做，咁咪一直咁樣咯。所以有啲人幾十年都不變，就咁樣咯。只有一種辦法可能有改變，就係可能你命運裏面劇本，或者一啲集體意識嘅改變，集體意識嘅改變可以改變你。咁入 blueprint 下面就係集體意識。有一層，即係呢啲力量通過之後，慢慢咁即係好寬鬆嘅能量狀態，慢慢合成一個物理，好固體咁樣變成物理世界。裏邊仲有一個集體意識，集體意識就係話我哋要呼吸啦，我哋受到重力啦，重力嘅大細啦，有陽光啦，陽光係14小時有，12小時冇，而唔係話18小時有，得2個小時冇。就係我哋向往愛啦，喜歡溫暖嘅感受啦。喜歡俾人哋溫暖，喜歡得到別人嘅溫暖啦，同埋人類向往互相幫助，同埋挑戰難啦，
我哋話中國人唔怕死啦，啊，怕死唔係中國人啦，咁就係呢啲就係一層層嘅集體意識。所以有啲集體意識，就算你察覺唔到，但係集體意識成個風氣變嘅時候，你嘅人都係會變。所以譬如話你簡單理解話，你投胎之前有一個劇本，你就行呢個劇本。咁你如果連續10年都唔變，可能有一年變，可能你會覺得個劇本變咗，有可能。但係集體意識都係劇本嘅一部分。就好似點解依家我可以知道呢啲嘢，就係因為人類經歷咗呢個遊戲好多千年，到今日終於可以發生咗一種轉變，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好痛苦咁樣去達成某一樣嘢，要付出好努力有掙扎啦咁樣，就係唔需要啦已經。我哋可以好 enjoy、好開心、好輕鬆咁樣，就處喺我哋想處喺嘅狀態。佢啲難嘅複雜嘅嘢就交翻俾呢一個點。